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6月15日，隨着推盤量減少，本月整體新盤銷售較上月稍為回落，首兩星期合共售出逾500伙新盤，預計本月新盤銷售仍可維持連續17個月新盤銷售突破1000伙的最長旺市紀錄。雖然本月新盤銷售減少，不過仍然錄得大額超級豪宅成交。長實發展中半山坡路道21號超級豪宅應天項目於本月初才推出招標求售，日前成功以招標售出位於20樓08號的頂層連天台特色大宅，單位實用面積2911平方尺，成交價高達3.62億，成交尺價超越12.4萬，創出今年全港一手住宅單位新高。相信稍後會有陸續售出其他分層單位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由世紀21香港C21HK 提供。